世界上係有一種修行佛法嘅方法，係叫做奉行十善業，即係唔做10種壞事。第一唔做殺生業，第二唔做偷盜業，第三唔做邪淫業，第四唔做妄語業，第五唔做兩舌業，第六唔做惡口業，第七唔做綺語業，第八唔做貪心業，第九唔做專心業，第十唔做愚癡業。係有一種修行佛法嘅方法，係叫做奉行十善業，即係唔做10種壞事。第一唔做殺生業，第二唔做偷盜業，第三唔做邪淫業，第四唔做妄語業，第五唔做兩舌業，第六唔做惡口業，第七唔做綺語業，第八唔做貪心業，第九唔做專心業，第十唔做愚癡業。世界上係有一種修行佛法嘅方法，係叫做奉行十善業，即係唔做10種壞事。第一唔做殺生業，第二唔做偷盜業，第三唔做邪淫業，第四唔做妄語業，第五唔做兩舌業，第六唔做惡口業，第七唔做綺語業，第八唔做貪心業，第九唔做專心業，第十唔做愚癡業。世界上係有一種修行佛法嘅方法，係叫做奉行十善業，即係唔做10種壞事。第一唔做殺生業，第二唔做偷盜業，第三唔做邪淫業，第四唔做妄語業，第五唔做兩舌業，第六唔做惡口業，第七唔做綺語業，第八唔做貪心業，第九唔做專心業，第十唔做愚癡業。